大家好，歡迎嚟到今集嘅財經策局 podcast 啦。咁今日想講嘅話題咧係土地市場啦。咁但係今日成個中環咧，我相信最多人討論嘅咧就唔係話股市反彈或者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啲咩具體成果，而係圖入邊呢張相喎，係講緊成哥李嘉誠亦都再次公開露面。咁呢張相又唔係真正公開嘅，其實係佢左邊嗰位就係醫學家徐津啦，咁佢喺自己嘅社交網絡 post 咗呢張相，其實就講自己係攞到一個李嘉誠教授嘅銜頭，咁主要咧係喺醫學上，譬如包括咗可以唔需要動用手術咧，用超聲波咧就可以已經醫到肝癌呢啲咁嘅醫學成就。咁但係大家嘅焦點當然就放喺成哥身上啦。咁呢個冇記錯應該都係長江中心李嘉誠嘅辦公室嚟㗎啦。咁你見後邊咧亦都擺咗一啲宴會嘅飯台啦。咁你大家見到超人嗰個笑容真係相當之可愛，大家亦都成個中環以至香港人都好高興見到成哥即係身體咁健康，表情咁精靈。咁亦都有好多人嘅焦點錯咗啦，就話擺咗喺成哥手上嗰隻 iWatch， 話啊成哥都係用緊 iWatch 喎。咁都反映蘋果嘅產品仍然都有一定市場，特別係受一啲高端人士嘅歡迎咁但係無論如何啦，見到成哥即係咁好笑容咧，我相信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即係相當之好嘅一件事啦，因為講緊96歲同年紀嘅大富豪大孖沙，早前呂志和都過咗身啦。咁其他譬如李兆基已經好耐冇公開露面，咁所以即係成哥係見到佢咁健康咧，大家都係即係相當之高興。咁正如頭先講啦，今日就用成哥嘅現身做引子啦，其實都係想講下長實。長實大家留意長實嘅執行董事趙國雄咧，上個禮拜咧做咗個公開呼籲，佢係講緊希望政府可以考慮恢復勾地表制度。勾地表係咩咧？勾地表其實就係過去政府一段時間奉行嘅一個所謂土地供應嘅一個賣地手法，咁基本上就係有一個勾地表擺咗喺度，咁發展商睇中邊個地皮有興趣嘅就入紙申請勾出呢幅地皮，咁但係勾出嚟唔等於佢就可以攞到呢塊地，勾出嚟之後咧，其實佢先要俾一個保證金啦，就證明自己係一定有興趣會競投呢幅地嘅，咁而之後咧成個賣地過程咧，就會做一個公開嘅招標又好，拍賣又好，就係其實係俾其他嘅發展商咧係參與呢個項目。咁勾地嘅發展商有乜好處咧？就係如果冇其他人去競投嘅時候，咁呢塊地咪就係屬於呢個發展商用嗰個所謂勾地價係勾出咯。因為勾地價係有一個一定嘅保證咧，就係政府接納，係市場係覺得係市價啦，先至可以推出市場。咁所以勾地嘅好處就係即係發展商睇中嗰個地皮，覺得有發展潛力，咁咪去勾地咯。咁但係成個勾地制度喺02年嘅孫九招，大家知道就成個賣地嘅無論係拍賣啦、招標啦，以至係勾地咧都停咗。咁之後其實到陳茂波當時嘅發展局局長咧，亦都係即係重新推行翻勾地表。咁但係到咗呢幾年，政府就已經完全係將勾地呢個措施咧係撤出咗啦，就完全變成一個招標嘅方式。咁如果大家有跟開我嘅文章咧，其實早喺今年1月咧，我已經係開始呼籲政府咧，其實係應該考慮恢復勾地表制度。當時我做咗2個呼籲啦，一個就係1月嘅時候已經係公開呼籲政府應該全面撤辣，咁當時市場係未有呢個聲音嘅，咁我諗我係比較早嘅一批咧係公開呼籲，咁而到財政預算案2月底嘅時候，陳茂波係真係願意全面撤辣啦，咁係其中一個方向。咁但係勾地咧就一直都冇恢復到，咁到今年7月嘅時候，我亦都再次寫文章提到呢個勾地，你香港嘅招標賣地制度已經失效啦，咁你再唔盡快重新恢復一個勾地，勾地唔等於一定會
可以賣到，咁但係至少係俾誘因啦，係有實力嘅發展商、識計數嘅發展商咧，係多個動機去加快土地嘅流轉。咁但係你有冇做？而家結果咧就係你近3個季度落嚟咧，其實政府嘅賣地收入只係得37億，佔所謂全年嘅目標330億咧，只係1成1嘅比重。你呢個問題其實好嚴重，已經嚴重損害咗、削弱咗香港個公共財政，包括我哋嘅財政儲備跌到得返5000幾億，我哋嘅財赤根據陳茂波嘅講法，到出年2月底會去到1000億，加埋其實當中1000億已經係唔計嗰啲所謂發債當收入，如果你扣除翻發債嗰部分，其實已經係超過2200億，係一個相當可怕嘅數字。你點樣盡快激活翻個土地市場咧？其實係當務之急。咁而趙國雄喺呢個時候突然間提出話政府應該考慮恢復勾地表制度咧，我當然相信係一定嘅政治動機，因為大家知其實長實喺2023年開始啦，已經係冇再喺公開市場係成功投地。呢個可能都係呼應翻咧李嘉誠之前嘅呼籲，就22年嘅時候話山雨欲來啦。公司係內嘅公司應該要準備好充分嘅現金應付個寒冬，咁所以你見到長實咧，其實係做咗一系列減債啦、出售資產啦，包括出售咗個飛機租賃啦、買咗一啲豪宅嘅物業啦，咁咧係盡快增加現金流、減少負債。咁所以大家見到就係長實喺嗰個時候開始咧，已經冇喺公開市場成功投地，雖然間中佢都有入標，咁譬如啱啱對上沙田有幅地皮啦，沙田嘅地皮咧最終咧係由華懋以3300幾蚊入面尺價投得，咁但係華懋本身既冇上市啦，而其他出標嘅價錢咧，其實按政府之後公布咧，其實有部分嘅出標價咧，只係比華懋嘅3300蚊低一半，講緊1500蚊度嘅尺價。咁我相信其實好大機會都係長實所謂用一個執死雞嘅心態。呢個亦都反映喺早前市建局另一個項目喺九龍城，亦都只係得長實入標，而市建局最後話我唔公開標價啦，因為入標嘅標價咧係低得好驚人，相信如果公佈咗咧，會影響到成個市場。咁你見到其實長實喺呢方面咧，其實係成日嘗試咧，希望用一個比較平嘅價錢咧，係成功投得地皮。咁所以呢個時候你見到趙國雄有咁嘅呼籲，亦都可以理解咧。其實係可能有部分發展商咧，其實佢哋有資金嘅，譬如長實嗰個負債比率都係5%，遠低過譬如新世界講緊50%嘅負債比率。所以如果地皮靚又平，其實佢哋係有條件出手嘅。不過問題就係要足夠平，佢哋先會咁做。咁所以趙國雄咁樣提話恢復勾地表咧，其實唔排除都係一個表態咧。其實係願意投入去重新去買地，咁但係當然就係出價要合理啦。咁但係政府嘅回應係點咧？政府對勾地嘅回應到而家為止咧，都係相當之有保留。包括係發展局局長甯漢豪，以至特首李家超都不斷強調咧，係政府要擁有土地嘅主導權、土地供應嘅主導權。所以勾地表咧係唔會喺佢哋考慮之列，因為勾地表係將個供應嘅主導權咧重新交翻俾市場。我想問，其實你出翻個勾地表同主導權有咩關係咧？因為個主導權其實最終都喺你政府手上，你係咪接納勾地嗰個底價？覺得到價你先係容許發展商勾出，咁呢個係其實個主導權仍然喺你手上。我唔明白點解即係話如果重新恢復勾地表咧，就會犧牲咗個主導權。可能呢個都反映咗係而家特區政府嘅心態，咁就係事事都要自己話事，覺得自己係新香港嘅主人，覺得無論係香港市民以至係政商界，其實都要聽我支笛，要跟我嘅呼籲去做事。但係呢個心態相當危險。而家政府好明顯行緊一條就係所謂大政府嘅道路。咁但係大政府嘅條件，首先其實就係你要有足夠嘅財政實力。咁但係我哋嗰個財赤問題而家咁嚴重，你政府仲喺度擺咩姿態咧？你點樣
盡快去令到嗰個土地市場激活，重新令嗰個樓市有流轉啦，呢個先至係當前關鍵。如果你覺得個價錢係唔到價嘅，你咪唔好俾佢勾咯，呢個完全係喺你主導權嘅手上。咁但係你就用一句話，我唔可以將個主導權交翻俾市場，呢個其實都係一個相當荒謬嘅講法。其實你更加好嘅建議可能係勾地同埋招標制度，你咪並行咯。你招標繼續可以每季你推出嚟，咁個主導權喺你手上。咁但係勾地仍然就可以由發展商比較有彈性去處理。譬如呢個區域我想發展嘅呢個項目，我附近有其他項目想一齊做嘅，咁咪俾佢做咯。咁但係而家你就係一個好即係硬性冇彈性嘅一個賣地做法，結果係點咧？結果咪就係發展商唔投地咯。你而家見到嗰個賣地收入咁差，其實完全係削弱緊香港個公共財政，亦都見唔到咁樣就係話你政府咁樣啊就特別威，何況你嚟緊你仲有一個北部都會區，你講緊係3個嘅片區咧，其實嗰個投資額每個都有成100到200億，其實係一個相當重大嘅投資。而家嘅發展商面對住仍然係利息高企、負債沉重，有幾多有條件咁做呢？還是最後其實會只係俾晒啲所謂中資嘅中央企業去投地呢？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值得大家去深思，係咪應該即係留意下政府係咪應該重新恢復翻一個勾地制度？今日嘅題目講到呢度啦，咁星期五咧，我估計咧政府會公布咧就係嚟緊啱啱嘅2024年度啦，到底外資喺香港嘅投資公司嘅數目有幾多？因為陳茂波之前已經大概暗示咗啦，咁呢個數字其實相當重要，係反映外資點睇香港呢個市場，當中特別係嗰個地區總部到底個數目有幾多咧？我哋喺上一年見到嗰個地區總部嘅數字係跌到10年新低，咁我希望聽日咧可以有機會咧同大家詳細拆解下呢個數字，咁我哋聽日再會啦，拜拜。